嘉义县卫生局对2020年推动湿地优先社区，开始伫咧民雄绿卡加绿草成立据点，而且佮培训师资，邀请各行各业甲行政机构来建立湿地静照护的安全环境。湿地伫台顶连4几年，提醒民众爱注意湿地的状况。嘉义县绿草乡是县内第3个成立的湿地友善社区营造点。要伫遮训练，甲邀请民众加入湿地友善经济老师，做伙来建立湿地正确的照护环境。我来上课了后，从中学习足济，就要安怎来关怀老人，要安怎来设置这据点。我感觉这对咱的老人做有意义的。因可能伫咧买物件，也是讲行路当中有可能会迷路这种状况，咱的药局附近的一寡店家，拢有当成为协助他们的一个力量。现场有替湿地准备倒啊耍的教材，佮训练湿地做关注，甲大家安怎耍，互湿地伫耍的过程当中学物件减重头壳，减慢湿地的速度。有咧用头脑吼，记忆力做好诶，来遮上课嘛，真快乐，佮交遮侪朋友。培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一起来做留意。你有看到有这样疑似的个案，都可以来做看问留播，也就是说多了解一点点，然后观察他一点，关心他一点，有必要也要协助来做报警。卫生局表示，嘉义县18乡镇当中，有15个乡镇的老人人口将近20%。目前已经招募5500外位民众来做湿地友善的经济老师，甲300外的友善组织，希望会当来建立友好的湿地友善社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